嘛，民众党郭文哲昨昏嘛表示，有人甲讲愿，伊若是愿意做副手，安尼就要互伊美金2亿。郭文哲办公室阁讲，这款消息是对国民党传出来的，是有引起议论。即嘛，侯友宜的副手赵少康就爱郭文哲话就爱讲互清楚，要不过郭文哲回应讲，选举的期间本身也一大堆，无需要一个一个去讲。 亲信颁奖予赵种人，副总统嘛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大情敌，参加创业模范和创业双副奖的活动。理事讲，要帮助企业来做所谓含净零两边的转型，和台湾变作台商生存发展的根据地，嘛支持创新创业。那主要是要针对人才培育，还有资金的取得，还有法制的松绑。另外呢，也提供试验的场域，让台湾的创新创业能够跟国际接轨。 总统府二八发布总统令，萧美琴是准时驻美代表。胡芳讲，新的人选确定了后会正式公布。国民党的侯友宜是参加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的联谊晚会。不过最近真侪民调是显示，民进党大小票同款是领先的，民进党的高雄票是较落排伫第3。赵少康嘛直接讲，后空票的少年人支持度伤低，要开放5间学校的邀请演讲，直接来面对少年人。 我们开放5个学校，邀请我我都愿意去，而且魂素不均，随便你问什么，我绝不回避，任何一题都不回避。 民进党的郭文哲虽然和侯友宜是参加同一场活动，但是煞无同台。那要伫总统选战，即嘛是咧拼家己的。但是郭文哲讲，有国际的骗子讲，若愿意做副手，就互伊2亿美金。郭办阁讲，这消息是对国民党迄边来的。赵少康爱郭文哲，爱讲个清楚，莫变鬼变怪。那种骗子他是布局很久，选举期间是这样的骗子前科都很多。早上陈善就说是跟上相关的事。 好了，这条就不要问了。民众党唔拿面对外口的挑战，党内嘛阁传出有中华县议员宣布退党。郭文哲承认若被合破局，就是一个原因。面对这个困境，民众党爱重新出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